民以食为天的台湾，会使讲行3步就有一间小食店，行5步就有一间大餐厅。那我好食的。人参包仔、控肉饭、蚵仔面线、烘鸭、牛肉面、肉鸡、羊肉炉，会当讲是应有尽有。台湾除了传统的中式饮食以外，世界各国的饮食嘛纷纷来到台湾这块土地，致使台湾食的艺术变甲更加多元丰富。互台湾成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美食天堂。就请大家对着我的脚步，做伙来探索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美。